今天的世界是一個以可見之物為全部的時代，資歷、外貌、財產、粉絲數，看得見的東西立即成為價值，看不見的就被視為不存在。因此，人們感到恐懼，他們對未來感到不安，因為害怕在競爭中落後而感到焦慮。如果沒有人認可他們就覺得自己毫無價值。但是，各位，看得見的就是全部嗎？列王紀下第6章中，以利沙的婦人就是這樣一個人。當他清晨醒來，向城外望去時，他看到亞蘭軍隊圍困了多攤城，便陷入了恐懼。哎呀，我主啊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那時，以利沙說：不要懼怕，因為與我們同在的，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。然後他向神禱告：耶和華啊，求你開他的眼睛，使他能看見。就在那一刻，婦人的眼睛睜開了，他看到滿山遍野都是火車火馬，環繞着以利沙。也就是說，看不見的神的保護是真實存在的，恐懼消失了，平安降臨了。今天生活的我們也是如此，工作中的壓力、關係中的傷痛、經濟上的負擔，以及無法向任何人訴說的內心空虛，我們的眼中只看到問題。但正如以利沙所說，當我們知道這個真理，那位與你同在的是更大的，恐懼就會失去方向。然而，這個故事不僅僅是加油的安慰。這個事件是耶穌基督裏完全成就的福音的影子。以利沙所彰顯的神的保護和憐憫，在耶穌裏成為了完全顯明的現實。在一個我們被罪圍困的世界中，耶穌用看得見的十字架向我們展示了神看不見的愛。他沒有用刀劍爭戰，相反，通過獻出自己，他用愛和饒恕戰勝了與他為敵的我們。十字架說：你不是一個人。看不見的愛，現在為你以看得見的方式顯現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無論你周圍的現實看起來多麼可怕和絕望，耶穌已經就在其中。看不見的神在基督裏成了看得見的愛。今天，神對你這樣說：不要懼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。舉目望向基督，在他裡面，我們發現的不是恐懼，而是平安；不是報復，而是愛；不是絕望，而是一個新的開始。